音拢教得真准。今仔日邀请头一位有缘是，嘛是咱来自青浦的真龙福，都来继续咱阿家的歌曲，叫做《混搭》。听清楚，是混搭，不是混搭。咱即摆听真龙福阿福哥唱了安怎？看伊是混搭还是混搭？咱共同欣赏，谢谢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带来一首阿健的演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情。
咧混到，哇，这首歌给唱得非常的好，也是生父的好声音。好，另外一段清风吗？是啊。哦，你跟国建是好朋友。好，跟同学。都是一起唱歌。一起唱歌的哈，不是跟他同学啊。啊，杨我们的爸爸是你同学吗？对呀。他爸爸才是你同学啊。哦，我是他学妹。笑什么？笑到我听到，无礼貌。我是他学妹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生物中学。哦，我也是。我从前我是校友的朋友。我是同学的朋友，我还没讲完。我也是生物中学的朋友。是，哇，龙伟帮我唱得非常好，比我上次听到的唱得更好。谢谢。阿哥紧张哦，看到我会冒汗是吧？对呀，会紧张。啊，不要紧张，越来越不紧张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阿福，好，谢谢。我唱了我肯定是袂歹哈。